你係咪冇西用啊？廚房一日犯咗3次同樣嘅錯誤，最近發生咗一件令我十分之懊惱嘅事情。有客人嚟我呢度食意大利飯，食到一啲黑色。一睇原來係青牛殼，咁我立即同客人解釋同埋道歉啦，咁客人都非常之體諒啦。之後我都入廚房同同事講翻聲，點知一轉個頭，另一位客入邊咧嘅海沙沙律咧，佢都食到一啲青牛嘅碎殼啦。咁其實問題出喺邊咧？問題就出喺我哋處理海鮮嗰一步。咁平時同事烚海鮮咧，就會用呢個篩去烚海鮮啦。咁烚完海鮮之後咧，有時候有啲青牛殼咧就會黐住喺個篩度。咁即便同事可能倒出咗大部分嘅海鮮，都有機會有啲殼黐住喺個篩度嘅。或者有時候啲殼黐住啊，佢吊起晾住，佢見到好似好乾淨咁，其實嗰個殼咧就都仲係黐住喺個邊度。咁我嘅處理方式一向都係退款啦，或者重做啦。直到有一日我拎起個篩，見到又係殼，我真係嬲到啊！唉。然後我就問佢哋啦，你係咪冇西用啊？講咗好多次咯，所以咧我今日拍呢個影片咧係希望同大家有翻個交代。第一啦，我已經同廚房嘅同事交足噶啦，啲廚房工具咧係一定要分區使用嘅。第二就係如果你哋喺度食到有任何問題咧，可以即刻同我講，我即刻處理。最後都好多謝嗰兩位客人嘅體諒，咁我都唔希望呢啲事情會繼續發生，大家可以繼續監督我哋，等我哋做得變得更好。關注威廉，9點開工做到好。